济，咱拢是上帝的囝儿，是受拣选的族。咱是祭司，是要传播迄个受调咱出黑暗，入伫光明，美妙主上帝福音。所以咱着要献上家己做祭，成做基督的精兵，勇敢踏出去，踏出咱的脚步，为主来征战。献上家己做祭。献上家己做祭，完全万无敌你，诚心的回来奉献，阮的有地落来，踏出征战。愿你的光的国度降临，搁一摆来宣告讲，愿你的光的国度降临。咱感谢主，咱拢要成做主的同工，合伊的器具来，互主来使用。咱祈求主。将得救的灵魂直接加添伫咱迦南教会，互咱迦南教会这成做复兴主福音的教会，咱要同心合意来起造主的迦南地。耶稣咱的迦南地，主拣选万为来的灵魂，天天三条的关系，让你爱心中多么欢喜。提出三条真理中。
举咱的手来讲。咱教会就要好个，只看耶稣无看家己，热切祈祷，去做主的甲人地，愿当心爱的，咱教会就要好个。只看耶稣，无看家己，热切祈祷，去做主的甲人地，愿当心爱的，热切祈祷，热切祈祷，去做主的甲人地，愿当心爱伊。亲爱的主，你是教会主、教会头，阮就是主你的身躯。你做阮的头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，引带你教会伫这个城市、伫这个社区，成做你的光，成做你的盐。主你是真光，你将你的光光照阮，来反映出主你的疼，彰显主你的国度伫地里要亲像伫天里。主手处你的教会同心合一。主你应允讲，就无有啥物袂通成就的。愿主你祝福，将你的话充满伫阮的心内，成做阮生命的准绳，互阮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，互阮逐人拢经历着你以马内利的主，甲阮三甲同在。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用气力、能力创造天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展开遐个天，开发地甲伊所处的，用活气，互地生活正百姓，用身份，互行伫即顶面的人的主耶稣上帝，全能的天父，阮感谢了你的大恩惠。对创造世界以来，虽然阮看袂见你，但是主上帝你永远的宽容甲圣洁，照着所创造的万物，就会当来了解无通平复。
主啊，阮是何等有福气的人，会当成做你的儿女，来领受属灵的救赎，成做属灵自由的人。即时，阮正儿女自执伫圣殿敬拜互你。你知阮的无够业，软弱伊所犯的罪。恳求主上帝，你搁赦免阮，洗清阮的罪，用你的话语充满阮的心，也坚固阮的灵。阿爸爸上帝，恳求你温故陈牧师，透过牧师的讲道，开听你的话语，互阮会当明白，并顺服主的旨意，亲自来经历你出人意外的供应甲新业之事，也欢喜将所领受的分享予身边的人，同得着救赎。爸上帝，恳求你赐福予台湾新学院，也恳求主你来感动兄弟，为台湾新学院大道甲奉献。伫新的院长领导下面，学校的同工、老师，拢有够业的智慧、魄力甲经费，同心来推动各种的事工甲校务，培养更较侪优秀的牧者同工，分派各地，互主的福音遍传台湾。天的主上帝，下晡有财务部会，本周嘛有青年牧区的定期会，甲核心同工退休会。恳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掌权，伫这会议中间，拢有充分的讨论，互事工计划会当招备，福音的果效显明，来扩展主的国度。阿爸爸上帝，阮也将第7区的辅导、苏新长老、甲尤牧师娘、小组长、邱小元执事、甲黄慧杰、仰望教导主，恳求主你来保守因的身心灵勇壮，有充足的智慧、魄力来带领朋友小组。也恳求主圣神来保守带领第13组、14组，每一位组员身心灵勇壮，出入平安，每一日会当来亲近主，欢喜来分享主的疼。组员的家庭伫主的疼的一个下面，得到保守看顾。特别是14组吴小慧姐的查某囝，以及文成长老的查某囝，拢伫11月13去11月15要手术来生产。求主保守因母子拢平安。阮将这的祈祷摆在你面前，恳求主你来听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请爷这来，拿手机啊，麻烦你来装静音，也关起来吼，来维持礼拜的庄严。咱来启文第15篇，诗篇51篇来，启文15篇。上帝啊，你的疼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求你撤销我的罪过，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。我也知我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的手前。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。我有做你看做消耗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。求你叫我心平安。我伫母胎就有罪，就是迄日就是罪人。你以下的是内心诚实。求你教示我，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洗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碎的骨头，通欢喜快乐。求你面无看我的罪，求你撤销我一切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可忠诚的心灵，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。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。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，互我的心灵欢喜顺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，互我做罪人通归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，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，我要称赞你。你无爱生礼，若爱我欢喜献。我若亲像我者，你嘛无欢喜。
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，又将痛悔心地欢喜接纳。只是要请第八句来献诗，学上帝。献诗是诗篇23篇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只是来强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撒母耳记下卷12章第1节到15节，撒母耳下卷12章第1节到15节。各版本圣经的页数，请看荧幕。12章第1节，耶和华找拿单去见大卫，伊到伊遐讲，互伊甲伊讲，伫一个城有2人，一个好业，一个送羊。好业的有牛羊真多，送羊人无啥物，只有一只羊精仔，就是伊所买来饲的。伊甲伊伫遐，甲伊的囝3甲中大，食伊所食的，啉伊的杯，瞓伫伊的胸前，看伊亲像家己的查某囝。有一个出外人到好业人遐，好业人毋甘对伊的羊群、牛群厝内备饭，互人客食，反转厝送羊人的羊仔备饭来互人客食。大卫大生气，迄人甲拿单讲：我指永外耶和华来咒詛，惊即个代志的人着死，着陪伊的羊仔四陪，因为伊惊伫即个事，也因为伊无怜悯的心。拿单甲大卫讲：你就是迄人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我用油抹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。我阁用你的主的厝摕互你，用你的主遐的某交伫你的胸前，阁用以色列甲犹大家互你。这下若要掠做小可，我会加添即号迄号互你。你啥事看见耶和华的命令，惊伊所看做歹的事，你用刀刣迄人乌利亚，就是借红人的刀刣死伊，阁带伊的某做你的某，担刀剑要永远无离开你的家，因为你看见我，带迄人乌利亚的某做你的某。耶和华阁安尼讲：看，我要对你的家兴起灾害攻击你，我要伫你的目睭前用你遐的某互你的厝边，伊要伫青天白日甲你遐的某同房，因为你伫暗中惊伊，总是我要伫青天白日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行这个事。大卫甲拿单讲：我有得罪耶和华。拿单甲大卫讲：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，你袂抵到死，总是因为你惊这个事，互耶和华的对敌有亵渎的因由，所以伊甲你所生的囝的确死，拿单就转去伊厝。这是要请中立教会主任牧师陈乐安牧师、亚萨拉普拉牧师来讲道。伊所讲的题目是上帝的管教，上帝的管教。所敬听的有牧师、牧师娘，真动工，今日祝福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台湾城医的纪念主日，代表参院新的院长蔡志伦牧师、博士，来向大家说感谢。伫过去一档中间过去的是日中间，咱对伫即个神学教育的关心，因为即个时间的关系应该是讲来前，互咱看一个影片，总是牧师较听要赶时间，会到伫苗栗道南教会举行即个传道服务，因为我是受即个中立派做迄个小的院长，所以请阮准即个较听咱伫即个报告中间咧欣赏时阵注意来听，总是。大家伫教会中间拢毋茫讲先将即个
要奉献的单位啊，讲较小可安尼需要啦吼，望大家伫奉献中间大大来支持。伫下伊伫即读圣医时阵，我甲鲍牧师有真好的斗阵。迄个时阵伊伫读即个哲学哲中史吼，牧师伊仍然是读迄个教育系，我读圣医，所以有真好的同工团契做伙来学习。刚开始时阵，因两人较无熟悉啦，无交往啦，后来是有交往。交往伫校园中间，因两人有牵手伫遐散步吼。阮做这学长的时阵，就看见因两人牵手时，就随时甲组织讲，这是圣医，这是即个信息真仔细爱祈祷所在，袂使牵手。伊拢诚顺服即个学长的即个劝告啦吼，所以随时将即个手放下。总是私底下做学长，我家己伫外口就牵手，牵别人的手，毋是牵伊的手啦。圣医本身伫明年度2019年中间，总的目标是7719万。伊个钱真侪，包括即个师资培训送到国外，也是讲奖学金，也是讲即个旧的即个宿舍，咱确定看见即个主教柯牧师伊拍即个影片，还有真侪个所在，所以可讲大家也共同关心咱家己的行业。真感谢上帝。找我到伫即个新德中会已经差不多7档了吼。我总是我渐渐会当了解讲是安怎上帝无派我到北一区，到伫北二区。后来渐渐知影讲北一区无简单，北一区这教会比较危险，有些人看教会，有一间是即个讨厌教会。后来我有去到即个桃园教会做小院长。发觉讲，并无想象讲遐讨厌，愈来愈孤注，总是今仔日无简单。即间教会，我小可着惊，即间教会教人，所以恳求大家至少我有骹手当平安倒转去。我想讲，咱每礼拜到伫教会中间做伙来礼拜。其中一项是听上帝话，所以爱为着牧师来好好祈祷。较主要是讲，毋是讲听道理是要安怎来听，较主要是讲咱要听这项的道理是对你我有甚物目的？所以为着主上帝伫即个教会中间不时祈祷，互阮做牧者的人忠心。来开听上帝话，所以要怎样咧讲 ，how to say， 较好势，这是咱在学习的。有的较重为怎样讲这项代志 ，why to say， 较困难。所以今仔日牧师也毋知，总是我祈祷讲，将这个目的甲这个经文，到这个所在来，甲大家来分享上帝管教。咱拢知影。咱每一个人，一世人中间无可能无去做歹代志，小可的、大项的，伫知影中间，伫毋知影中间，拢有。所以上帝伫咱的即个过程中间，的确都爱管教。做爸母的拢是安尼啊，无可能做爸爸嘛无咧管教。你若受神即个囝儿的时阵，你到大汉时阵，你袂赴啊啦。袂赴啊啦，你超过度啊啦，所以咱拢有界限的。若较早上帝互咱的界限中间，咱会当来遵传伊的话的时阵，迄个管教来，迄个目标就好。一世人中间无咧走转去，伫上帝的祝福中间，所以咧读即个经文中间，我咧
这个根本大家拢不遮熟。总是，若确实讲，上帝用这个方式来对待你的时阵，拍开你一生中间真有的垃圾、歹势代志，你安怎想？妈啦，拜托上帝，可你开安尼想啊！我对你来悔改就好啊，你开将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啦。所以你用这个想法来看这个代志，实在是无简单，几千年呢。有的代志写伫圣经内面，读互人看。敢有即种上帝已经悔改安尼？咱读咧诗篇51篇，读了写水，伊所写119篇，写了真水，伊拢是后尾所写的，是安怎？咱的上帝允准伊家己所疼的囝儿罗卜，伊的故事不是要来读互咱听。对这个角度，你就知影讲，伊所疼的，伊的感觉非常的深。咱咧读的时阵，咱学习，伊会跋倒，你同款会跋倒。所以咱对这个经文中间，对个角度来好好来三思。头一项，咱毋知影最可怕，你受这个欲望来控制。什么是这个51章中间咧记载讲，王伫这个厝顶散步时，碰见一个妇人伫洗浴，他就是讲，洗就洗个嘛。洗你看到，啊！你将这个看到代志藏伫心内，这是第二步。有人讲啊，这老师，咱伫这探讨圣经时阵，是讲这个妇人无应该伫迄个时阵伫遐来洗浴。我甲咱讲，你无住伫中东，你知影迄个环境，毋通凊彩咧讲。迄是因的普通的文化。是无拄好，伊的厝较悬啦。一般来讲，厝拢平平啦。你是王啊，你住伫即个悬楼的所在啊，所以你目睭看会到，安尼好。即个魔鬼拢啥呢？伊甲你出主意，你看到时阵，你搁来欣赏，对即个后壁讲，这查某人生啊真水，身材真水，安尼就好啊。总是你放伫心内，魔鬼甲你出主意讲，王呢，检查你会当叫伊过来。伊将这个主意、这个念头变成做一个行动，歹啊！魔鬼拢是出主意，总是决定是在伫你哦，欲望就安尼出来，试探就安尼出来。伊本来想讲是一夜情就好啊，无暗算啊，几个月了后，88度。传来讲，王啊，我的腹肚有你的囝。这个时阵，伊就开始紧张，想出头一个计划，想要来惹陷这个有的计划，赶紧来调回因翁对前线，倒转来。毋茫讲会当安排，因翁通甲这个因某会当困做伙，互因翁知影讲，伊太太腹肚内面囝是属于伊的，毋是其他的。计划真好啊！无想到讲，这个乌利亚是非常忠心一将军啊。歹就是讲你太忠心了，讲忠心太歹。所以就讲啊，搁请伊倒转来啉食。酒醉中间，毋茫讲你真正会当倒转去，甲你的某会当困做伙，无想到讲伊无啦。看着王强问骹口，太忠心了。第二个计划，借别人手来杀人，内面写一个密函，托这个乌利亚倒转到这个前线，交回这个大将军约啊。一路上中间，这个批伊拢无拍开哦。非常忠心，约啊大将军拍开了后，伊小可紧张，小可奇怪，开安尼时，派乌利亚到上界头前的所在，危险的所在，甲阿文这个军队来相战，结果死。第三个计划，骗后88为着因翁起考日结束了后，伊就随带88做一步。代表
也准讲伊找会当食饭，伊的即个错误，无人看，也无人知影讲，这代志到底是安怎样？总是这一切上帝都看伫眼内。特别是早已为着伊的权，去抢夺无应该属于伊的物件，用非常巧手段来毁灭伊所无爱的物件。即甲咱所熟悉疼上帝，搁受上帝所疼的即个罗卜的印象，即个印象差了伤济，真正是无法度想象。兄弟姊妹，有一天，检测你的犯罪时阵，超过上帝想象，甚至超过你家己的控制。在伊走到落尾时阵，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，先跟你讲，上代笔所行这个事，也我真无欢喜。这个是简单的讲，真无欢喜，意思是讲上帝的确就来管教，代笔也阁会当用，伊是我的囝，我就来管教。上惊是到一个落尾时阵，咱无法度受上帝管教。不受教这个人真危险，所以12章咱看见上帝怎样通过伊的先知拿单来提醒责备大卫，以及咱看见大卫反悔。这个过程中间，咱看见人生的黑暗面，看见上帝疼甲刑罚。这个过程中间，拢值得咱来学习，所以就要非常谨慎。咱来看其中一项代志，哪会安尼？一个疼上帝，佮受上帝所疼的人，哪会变做安尼？就表示讲，哇，连大卫即款人，拢会做即款代志，检测我要怎样？有3点非常关键代志。头一项，毋通了准讲，咱家己已经完全，了非常谨慎，无滴到跋倒。咱做来读即个经文吼，这是写华语啊，歹势哈。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，请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警醒，免得跌倒。这说明讲，一人不管你现处时，还是讲你家己认为啊，还是讲互别人印象你的人命袂歹，品格真水，还阁犹原有滑倒、犯罪、堕落可能性。咱讲大卫是少年时阵，伊的信仰非常水啊。拄着困难时阵来闪避这个扫罗的这个对杀，伊是软伊的这个我靠上帝，伊对伫扫罗所表现迄个宽容、赦免、较疼心，以及到伫这个耶路撒冷最王的时阵，伊也亲自带领伊的百姓，想要将上帝约柜扛到这个圣殿内面，然后准备一切物件，为着伊的囝来起造上帝的殿。伊非常疼上帝，无想到在7当中间了后，伊会竟然人命退步到一个程度，犯着这个重大罪。腓立比书搁一个圣经，就安尼写讲，所以我所听兄弟啊，亲像恁捌常常顺读，若伫我甲恁伫地时，就现今我无甲你伫地时，一发就用囝兄摇摇撮来。做成恁家己得救，都表示讲，好亲像咱一个得救人，毋通也准讲一切拢完咯。有的人在前随时无偌久就在后，有的人伫后壁无偌久是跑伫头前咯。咱姊妹，咱来注意点，这个大卫伊个目标，讲拢看伫什么所在？第二项。享受生活、丰盛的生活，爱避免人命的脱界甲堕落。大卫会犯着这个罪，咱要注意，这毋是偶然的，毋是随发生的，毋是是有一个坎站，伊的人命开始退步啊。伊对伫上帝这个话，也是讲这个罪开始矛盾啊。伊伫耶路撒冷做王，生活非常好。而且非常这个后悔，
战场顶面有真侪即个士兵为着即个国家，为着王来征战，伊伫王宫遐享受。对啦，大家认为讲王啊，你过去少年时阵战争非常辛苦，你会当伫王宫中间，你若总指挥安就好啊。总是伊清早起来时阵，你应该开始为着头前遮个代志来祈祷啊。哦，亲像咱伫礼拜中间为着即个教会中间所有物件大大小小来付出祈祷，咱共同付出即个心才对啊。无怕是，伫厝顶散步时看去即个真水的即个负心人，就找人探听伊是甚物人，哦，因翁是甚物人，啊，想想就好啊。伊确实付出这行动，大卫的罪不在伫伊有真侪某这件代志，伊的罪是用遐尼恶质的方式抢夺别人某，甚至将伊杀害。若是行这个行伊罪，伊也长期忽略伫上帝面头前的即种的灵命生活，无去好好将上帝放伫心内。这个时阵，伊的心已经受这个罪来污染。卡苏大卫会当倒转到伊青少年时阵，迄个患难的时代，时时来祈祷的时阵，来想上帝的法，伊绝对会当伫这个时阵的试探赢过。所以咱就要非常细致，主要所捌教咱一句话，咱做伙来读这个经文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向人主讲恁着逐时谨慎来祈祷，互恁为着闪避将来拢总是来徛伫人子面头前。咱到落尾爱做这样代志，徛伫人子表示讲是耶稣搁再来审判所有世间人，包括已经死也搁伫活。第三，有这样代志，检查咱来学习罪。并无完全受对付，也是讲扫除清气。咱检查，互伊有即个存在的即个空间，伊继续当孵化、渗透伫咱内面。咱知罪有一个特性，好亲像即个咱得着感情啊，反正重要一开始时阵啊，小可小细可小，赶紧来处理时阵，健康的机会，即个机会非常的悬。总是连这个医生嘛，无拄拄有法度知影讲，较安尼。10几年前，我伫生活部会时阵，我一个长老，伫咧伊上班的时阵，一顿撞的纸对顶面，对顶面倒，然后摸着伊的头壳，10几人都倒的时阵，哇！脑血拢是血，送到病院的时阵毋敢叮当，转到马街病院，伫即个休困中间，将即个神经外科甲招，请伊倒转来，伊将即个头壳小可拍开，将即个大即个止血的所在脑即个出血出来，摕较大部分即个血抽出来。其他细地啊，拢充满伫脑内底，无法度处理。这个医生就出来，伫手术房就做走行出来，就对阮讲，迄个时阵，阮所有即个真侪兄弟姊妹伫即个手术房的外口遐伫遐祈祷，迫切祈祷。伊就出来讲，我敢若会当做到遮，剩的。恁做伙来迫切祈祷，恁所相信的上帝，甲来甲这位长来医治。医生到一个空站也是无法度，总是感谢上帝，阮这个长老真正是信者。一个月，伊倒伫加护病房，第2个月转到普通病，3个月倒转到教会啊。咱拍鼓来感谢上帝。我会想起，当我要离开上教会，就这个长老真正是老目屎。伊
伫咧过程中间，这印象太深了，太深了。所以有当时阵，即个瘤，几啊年中间，佫出现啊。倒到病是找即个原来即医生时阵，哪会安尼？你想讲，有真有可能伫咧处理时阵无完全，遇到即个状况发生啊。所以咱会甲理解讲，大鼻哪会犯遮尔大的罪，检查伫过去伊的品格顶面的弱点无去注意到，无去处理好。大鼻咱拢知影，真水，无论伊的人、伊的品格拢真水。伊有真侪优点，总是一个歹的所在，其中一项，伊娶了真侪某。咱拢知影，伫迄个古早的时阵，王有真侪即个某，也是讲即个花，目的是较侪是政治上的目的，爱取得附近遮个邻国的平衡啦。总是你娶遮个某时阵，你嘛温准遮个某，将伊过去伊所信仰的即个宗教。偶像嘛带到一个王宫内面。那假使讲大面，伊伫即个灵命今生中间会当好的时阵，会当控制检查，会当处理真好势。问题是讲，你咱伫即个灵命较弱的时阵，妥协，愈来愈妥协，迄真歹。撒旦利用即个机会对你来攻击。咱爱注意到，伫教会中间吼。温困祈祷，较活，温困来礼拜，撒旦攻击你的机会较少。总是有当时阵，基督徒突然间离开，变成做一个孤立的分子，独来独往，你还死去。咱看着 Discovery 时阵，好塞去肉这动物，拢是去掠什么？离开群体这个动物。毋通俩准讲你真坚强，毋通俩准讲我会当辛苦小可休困，你无因世界的代志。你爱注意，得到世界，失去了上帝引带，你的灵命退步的时阵，你随时会跌倒。所以，咱的圣经有甲咱教是讲，做伙来读，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造当中，就放弃踏步当大，要快快脱离颠簸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障。彼得在写这个题目中呢，伊内底有一个想象，伊是用一个跑走8公尺的人在写，跑走这个信仰道路。你敢有看见一个人跑走这100公尺，赤西米路？无啦，咱是穿了真少，对无？真安尼瘦身的这种衫，像讲台湾在做这个瘦身的运动的衫，全世界出名。就是讲，毋通将这个世界真侪代志，甲咱踢界颠簸，赶紧走啦！别人有看一个机会，落互伊无要紧，咱都爱非常适宜。随时耶稣基督要来，迄个免流毋是伫世界，即个免流是伫耶稣基督的手。大卫为得起来，伊即个时阵目睭毋知看到，即个时阵上帝管教到人，上帝责备。撒母耳下传12章第1节到16节非常趣味，上帝要来责备一个人的时阵，伊无直接宣告讲你的罪，无，伊反倒用一个故事，这真趣味哦。咱会知影讲，原来人伫上帝面头前上错做的时阵，咱的灵拢非常的清楚，非常敏感。伊只不过就提出你内面迄个良知，用你家己的良知来判断你所做的代志是对还是毋对。我继续来说，上帝先派一个先知讲一个故事，好像就是真实发生的一个农业社会中间出现一个真无公平现象。城里面有一个真好价的人，嘛有一个真善车的人。好价的人有真侪这牛羊，
三只人甲咱一只羊，三只人看这一只羊中啊好饲，就宝贝共款，是一只迄宠物，咱知影咱中间敢有饲宠物？宠物敢有在饲来食？无啦，宠物袂使食。阮厝内头有一个兔仔，伊的名做达棍。我较早是爱食迄个野兔，三杯野兔真好食。总是自从阮囝将这只兔仔带到厝里，变做我较无顺去饲啊。哇！这只兔仔非常古锥，拢无咧讲话，嘿，无咧安怎个嘛？然后伊的款式到便所拢非常规矩，嘿，真正规矩。你对伊讲话时，好像伊会当了解。当要无顺利半边时阵，伊安尼往伊的规身躯，哇，得到真好医疗呢，疗愈哦。我才知影宠物是这个意思。若无原住民毋捌饲宠物，原住民拢是食动物的。你讲原住民去饲这个宠物，这无符合我的民族性。我才知影讲，原来你有一个非常高水的动物，你会照顾伊，亲像照顾家己的囝儿共款。这个三只人财产拢无啊，囝儿中间敢若剩一只好的羊，会当饲伊做伙来困，做伙来饲食。好个人有一日出外人到伫因厝，因毋甘刣家己，真侪羊甲牛中间的其中一只，手带隔壁一个送养人唯一所剩的迄只。那当时你将这个故事讲互这大伯听，大伯你是王，你听了你怎样来做一个裁决？大伯安怎讲？岂有此理！我去也我来救抓，救抓哦！惊这样代志啦，该死！赔偿4倍，因为伊惊这个代志无人命。大伯迄个时阵伊是一个君王，当一项代志，咱总讲当一项代志，甲你无啥物牵连哦。咱的道德良心非常悬，咱做出的裁决是非常客观，也非常公平啦。那卡出这样代志对你有牵连的时阵，咱随时用真侪这个理由欠彩有安怎，真少理由。敢是安尼？咱看这个社会的新闻拢是安尼啊。所以上帝通过拿单先知做了非常巧的代志，伊利用这样代志拖出大伯心中的自我定罪的裁决。这项代志你判了非常水。大伯的这个裁决，拢迄面人共同的毛病。咱常常徛伫这个旁观者，对别人、其他人做出判断非常正确，普世观念、普世价值观非常悬。轮到咱家己啊，咱相比，这伫上帝面头前，袂使安尼做，袂使安尼做。大伯听了这项代志，真可怜时阵，伊无将这项代志随时反射伫伊家己心中，做出这个修正。伊也袂，因为迄个时阵囝已经生出来啊，已经过几个月啊啦。若当先知毋是伫伊这个大伯犯罪随来甲控告，毋是到落尾囝已经生出来时阵，上帝在叫先知你讲王中去讲这样代志。听了迄个故事了后，大伯也非常清楚讲，迄个人该死。到落尾时阵，大伯安怎讲？你就是迄人，你家己的裁决判断，你就是迄人，毋免上帝甲你判断。你家己，我咧想讲，是
安怎？咱真趣味，但是讲，若假使吼，一个人无认为讲我犯罪无受到即个上帝来即个警告的时阵，我甲你讲，你困的时阵又还是平安。总是这样代志听候，若当出现时阵，代表上帝对你的良心的控告，你就是迄人的时阵，不管你是王啦，我甲你讲，从迄暗开始，你无得平安。但你姊妹，什么是幸福？什么是幸福？幸福就是困好睡，食会饱，对得起家己，对得起别人，对得起上帝。一个得罪上帝的人，连祈祷唔敢出声；一个得罪上帝无去反悔的人，教会唔敢来。这就是大卫所后来面对的状况。这是大卫所面对的状况。第7节、第8节中间，上帝讲出了：好，你对我安尼，你对我诫命甲我轻视、藐视，所当是我讲一遍。伫过去中间，我做你上帝是怎样来照顾你？一开始你是啥物都拢无啥物物件会顾样的人，后来我用我你做王，哦，不管扫罗骨那边来对杀你，总是我甲你保护，互你做王。伫你犹大甲以色列全国所在，今仔你会当徛伫即个所在，拢毋是你家己的亏力。兄弟姊妹，咱要成功，即个机会拢是上帝予咱。咱做阿妹，你的健康、你的机会、你的人际关系，拢是上帝予咱。咱无一点仔会当夸口。即偌年大个即个祝福，我将。怎样来讲？我将你主人家即个家业赏赐予你，佮用你主人的厝体予你，佮用你主人遐的宝交予你来管理。假使你掠这的物件无够，无要紧，你甲我讲，我会加添这好迄好予你。我上帝照顾大卫非常好，到落尾时阵，上帝小可生气，伊讲有句话。非常严，你啥事看起耶和华的命令，你啥事看起我。安尼好，上帝假是安怎伊出现时阵，较重点时阵，咱若随时认罪悔改吼，咱伫上帝面头前会当做一项代志，迄个犯罪会继续，迄个犯罪随时切断啊，无继续。来犯罪，然后永远会当保持伫上帝这个面头前的地位。刚才人讲，哎哟，上帝你显我这个代志不遮严嘛？毋是安尼讲。上帝对咱来赦免，总是咱所犯的罪，咱就要承担。好亲像这个亚当夏娃共款，亚当夏娃违反上帝了后，你看怎样？上帝对亚当夏娃讲，你都要离开这个所在。然后，上帝好亲像爸爸妈妈共款，为着因来做这个衫、甲裤、甲裙，穿好势，请离开。关键就是讲，咱所犯的罪，的确都要负责。咱毋知影，这个罪本身有真强的这种的侵略性，也是讲腐化性，最可怕。有若是牵连，是我家己爱承担，嘛要牵连真侪真侪的人。若是即代，兼个是后一代，后一代。我讲一个故事，互咱来当了解。譬如讲，有一个驶货车的人，司机，车驶伫即个高速公路，一边驶车一边伫算一手机啊。有时我迄手机啊，把即个落伫骹的边啊，你想讲啊，我敢若一时啊，额头随时翘起来，安就好啊。无影响，所以伊就安尼想哦，然后边仔咧看讲无车，啊这边嘛无车，所以将即个头就压落来，真紧的即个速度翘。咱知影倒手翘，正像换伫即个handle，
即个叮当中间手小可安尼扭一下，大骹车小可扭一下的时阵，然后就开始正面来偏，开始在海。无想到讲边仔即个车随时都来，细台车来，小可安尼弄着。细台车内面有一对囝拄仔结婚2冬的少年夫妇，因打算要倒转去因的厝边，将这1岁的囡仔接倒转去。细台车袂确定，甲这个货车啦相争，伫这个非常快速的动作中，伊若轻轻甲弄着，细台车规个车开始变，变啊，弄着这个病。细台车内面的夫妇送到病院，无度。货车本身有些个着伤，司机也小可着伤。总是这个车所带来这个凄惨，毋是伫迄个时阵尔。咱想看，这个夫妇的厝内底人呢，1岁爸爸妈妈无去啊。这个因带，若是一代，可能是后一代，即种的欠客甲痛苦，都无法度来评估罪所带来的可怕就是安尼。咱伫迄个时阵咧犯罪，无咧想遮个物件啦，到落尾时阵，上帝同你讲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到落尾时阵，上帝伫到个刑罚，咱咧看即个圣经中间要怎写？上帝对即个代表刑罚是非常清楚。头一项，刀剑永远无离开你的厝，你去读落尾这经节中间，非常清楚。伊的囝兄弟之间即种的即个冲突、凶杀。第2项，对你厝体引起即个灾祸。第3，用你遐的宝，互你的厝边，伊要伫青天白日，甲你的遐的某来做伙困。哇！这是什么款的情形？第4项，你的囝所生囝，这个时阵随要死。审判，若是集中伫大地的家，也互对敌继续个刑罚，到伫后一代到后一代。咱即个非常细，到落尾，上帝管教本身重点伫遮，就是大笔的反悔。上帝教示的目的是爱咱来知影罪悔改，求赦免，我靠上帝来重新得到快乐，站起来，继续来跑走，甲主来同在。所以，咱咧读这个圣经的时阵，的确爱甲这个诗篇51篇做伙来读，做伙来读。这是这样代志了后，伊所写。咱做伙来读。神啊，主，使我里面重新进入正直，不要生气，使我离开，不要从我收回生命，使我赐我伊是王，就算讲你是有非常大块来一个国家的王，永远无法度互你平安。人是上帝创造的，到落尾时阵，上帝互咱一个良心，一个良心啊，失去了上帝这个道路时阵，人就无法度平安，无法度平安，就算讲你是王，了然。所以，咱都要知影，赶紧来认罪。所以，约翰写了这篇中间非常好。约翰1书的1章90到90，咱做来读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，仍是神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。咱知影讲，这是认罪，是dynamic，是动态。无因为咱已经信主了后时阵，这就无去无。随时咱有可能犯罪，所以可能犯罪是赶紧来认罪，就是赶紧将咱家己伫上帝面头前拍开，上帝将伊的光照伫咱的心内，当上帝光照咱心内，罪的快乐就无去。
罪的即种的捆绑的规律，就无去啊。毋是咱的规律，是上帝规律。所以咱爱不时将咱家己放伫带到上帝面头前，上帝对咱的帮助。大笔清楚，非常清楚，伊无法度离开上帝，伊无法度将伊内面即个喜乐的心，要踮伫个心内。一个人会当存在，上大是你有上帝的喜乐，上帝的平安。若失去了这一切，咱拢无算啥物。弟兄姊妹，无简单。这个故事讲起了大笔的故事，也讲咱家己的故事。毋通袂记，咱拢有可能滑倒，不要紧。若拄着滑倒学当顶来，赶紧上帝来悔改。招进到小组内面，咱小组中间的目的就是安尼：彼此来扶持，彼此来关心，彼此来悔改。若假使有人伫你的小组认罪悔改的时阵，咱爱有即种的同理心，做伙甲伊来提考，总是毋通将伊的代志凊彩伫世界来报应，安尼对伊无好，啊对小组嘛无健康。愿上帝来照亮认罪意义，到入尾时阵，大家清清知影。伫迄个时阵，真侪即个献祭当做，总是伊清清知影，敢若一种祭是上帝最爱。亲像撒母耳先知讲，耶和华欢喜烧祭祭司，减亲像欢喜人尊叹耶和华的话嘛。看，注意听即句话，尊叹赢过献祭，惊叹赢过羊羔的油。中文安尼讲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咱做来祈祷。俾阮的上帝感谢你，互阮透过大笔的故事，伊真正是上主所听的，因为你所听的人，你的确会出手来管教。阮伫你面头前认罪悔改，兼且阮行即条路，有当时阵为离开你的道路，求主你来牵我的手，当阮滑倒时阵，毋通离开阮，毋通将即个信心对阮的灵魂中间来离开，毋通去扫阮。阮永远拢是你的囝，求你来特别赐福，由牧师到顺流，伊的牧师团队，伫家人教会所行一切，互即个长老执事、同工小组长做伙着我，平安上上帝你的厝，伫即个都市中间，愿献上我的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是来吟圣诗155首，圣诗155首，救主我少年你的时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紧落去。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请记哩。阮的心明白真实、公义、良善的事。阮即是奉献时间、金钱，做圣工的路用，求主感纳，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坐，这是请尤牧师来做消息报告。报告的弟兄，咱先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礼拜的兄弟，张永安兄弟，来兄弟请你徛起来欢迎哦，欢上帝来说，边仔的兄弟吼会通代表教会来欢迎。其他毋知阁有无？头一遍伫咱中间做礼拜的兄弟，无咱来看消息的报告。今仔是台湾圣人医奉献主日，请咱来关心阿丹牧师，因为伊爱赶去墩仔脚吼，伊遐参加咱伫教界消息这倒咱教会吼，看碧如传道要封幕吼，所以伫2点半就爱赶到伫墩仔脚，所以伊先离开吼。咱为着圣人医来关心大德甲奉献，咱2020，咱先来看这个影片吼。这是咱牧者团队吼，我甲牧师娘的母校啦吼，甲台湾过去所住的这宿舍，甲即马拢差不多。宿舍的交易厅，这是遮个人同学时常伫遮开讲、咧讲话、咧泡茶、咧互相关心、祈祷的所在。我想咱台湾人有机会会当出校耳啊！我想咱做伙来为这
这个是你即摆要住的房间。哎呦，认真哦。哎，对诶。哎，刚刚来啊？对啊。啊，对，你即个去到门口了